天璽天喎，影幕前嘅朋友仔係咪好想擁有呢？上年你用抽到呢度，有冇失落咗喺我哋呢笪啟德嘅地王留咗個遺憾喺度呢？熒幕前嘅咁多位，相信如果你有考慮過香港嘅話，天璽天絕對一定曾經落入過你嘅考慮名單入邊嘅話，如果有嘅話咧，記得喺評論區打個666俾我知道啊！喺2024年嘅時間，天璽天嘅第一期總共賣咗4轉，轉都完全沽清晒，非常之誇張。而重點嘅咧係位於項目極高層嘅位置，1985尺嘅4房單位，成交到7344萬，都已經接近沽清晒噶啦。市場嘅購買力咧，你真係估唔到。但係咁多位咧又唔使失望喎，因為天璽天位於第1、2座嘅第2期584個單位咧，即將6月就會推出噶啦。咁多位又可以將上年買唔到嘅遺憾咧，今日又有機會重新擁有啦。咁究竟位於喺啟德地鐵站上蓋由新鴻基全力打造嘅天璽天有咩咁吸引？今日 Candy 同大家溫故知新。咁位於啟德地鐵站上蓋唯一項目由新鴻基打造嘅天璽天，除咗擁有無懼風吹雨打可以去到地鐵站嘅優勢之外咧，喺我哋個項目嘅基座咧就已經設有咗佔地24萬尺由新鴻基打理重來得出類拔萃嘅自家商場，而且最關鍵嘅咧就係喺我哋自家商場嘅位置咧，仲可以連結埋去我哋旁邊佔地180萬尺嘅 Airside 啦同埋 Sogo 嘅商業圈添，超過200萬無懼風吹雨打都可以去到嘅商場同埋地鐵站，會唔會令咁多位有啲心動咧？而最開心嘅咧就係我哋商場入邊嘅部分咧，仲要有埋呢個跨境巴士嘅候車室，往返翻呢個中國內地接通全國咧，完全冇難度啊！而且咧，我哋嘅啟德站咧仲位於喺屯馬線嘅中間位置添啊，所以北向新界、南向港島都非常地方便，幾個站咧就可以去到呢個港島嘅 CBD 位置噶啦。再加上即將落成嘅中九龍幹線啦，到期時由我哋啟德去翻呢個西九龍咧，只需5分鐘就可以到達噶啦。行前都幾個去隔離，仲有呢個啟德體育園，仲有佔地70萬尺嘅體育園嘅零售館添。所以住喺我哋呢度，無論你飲飲食食、交通都好啦，都帶到俾你最極致嘅享受啊！而我哋嘅天璽天咧，整個項目由5座1490個單位組成嘅，第一期嘅3座、5座、6座，整個項目咧基本上已經全線沽清晒咁滯噶啦。咁我哋第2期584個單位咧，根據最新嘅情報咧，6月就會推出噶啦。而最關鍵嘅咧就係我哋嘅關鍵日期都係6月份喎，所以整個樓花期咧竟然係得1個月左右嘅啫，基本上完全可以當個現樓咁出售啊！而我哋整個項目嘅焦點位置咧，亦都擺放咗喺佔地10萬平方尺嘅會所2大區域當中喎，分別會係呢個3樓平台嘅天中庭啦，同埋位於喺30、31樓嘅天中天會所啊。而最令人矚目嘅咧，必定係屬於天中天會所當中可以望到無盡曼克頓景海景嘅星空泳池啦，同埋空中健身室、宴會廳等等嘅，令咁望盡半個香港上帝視角嘅空中會所，完全可以帶到俾你人生最極致嘅享受啊！再加埋我哋啟德區嘅34校網同埋九龍城校網嘅加持啦，喇沙、拔萃、瑪利諾書院、聖羅撒協恩全部都近在咫尺啊！有咗以上嘅條件咧，會唔會令咁多位更加明白天璽天嘅吸引之處咧？如果想要更加詳盡嘅資料咧，歡迎喺評論區或者後台111 Candy 會極速送上。記得關注建議房產，下次見。